乔伟老师虽然是咱的会友呢，吼，毋过伊因为音乐的服侍吼，无法当定伫咱教会啦，吼。咱生活里昨昏特别邀请伊来甲咱做指导，就亲像讲一个团队吼，爱定定有迄个训练，有迄个精进进步吼。真多谢伊用即条遮尔水的诗歌，带咱来敬拜上帝。咱要三甲分享主的话，咱大声先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互阮这个时刻安静伫你面前。主啊，时间一分一秒，拢为固定的速度，但是当阮进入到主的内面的时，阮就看见这个时间是何等的宝贵甲甜蜜。主啊，阮浸伫主你话语的甜蜜的中间，也你的话成做阮的帮助甲快乐。愿你听伫阮中间，也启示阮明白你话的假实。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读的经节，大家实在是真熟吼，真熟，就是真的葡萄树的譬如。要甲咱三甲分享几项伫咱生活中信仰甲生命、信仰甲主的关系甲咱做一个提醒，也是去做整理吼。当这经文，咱会陆续来做这个复习吼。当咱甲主耶稣的关系，伫今仔日经节内面，耶稣讲：“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吼，听起来是足单纯嘛，是足清楚啦，无人无了解。也毋过，咱若是倒转去耶稣伫讲迄个话的时阵，你就知影讲，即个故事，即个譬如吼，毋是遐尼简单吼。什譬如呢？因为耶稣用葡萄树甲枝的譬如，是伫伊最后的晚餐的时阵所讲的。最后晚餐的时阵讲的，安尼什么意思？耶稣伊进前，咱来看约翰福音吼，头前一定咧交代讲我要受定十字架。我要来离开恁，伊讲我要找圣神来到恁中间，这经节拢咧铺排。然后耶稣会离开这学生哦，耶稣要离开这学生，但到底这学生要安怎继续甲主有一个连结呢？因为这3年来，学生甲耶稣拢对做伙做伙工作，做伙传福音，做伙食米，做伙休困但即马耶稣要离开，伊用即个来甲门徒宣告，讲我是葡萄树，恁就是枝。安尼咱就看见讲，耶稣伫讲即段经文、即段譬如，伊重要的目的，是因为伊是要甲因讲一个生命的关系啦。葡萄树甲枝的关系，后来咱看见耶稣甲学生用食饼甲葡萄汁，安尼就是表示，迄毋是一个简单的食暗顿，也是食米的问题，是已经进入到迄个活命生存的问题。这是咱今仔日要伫遮安尼好好来思考甲整理的。咱知影讲耶稣用葡萄树，咱就知影讲。葡萄树是中东地区啦，就是巴勒斯坦地区吼，迄个地区上界普遍的水果吼，而且更加是经济价值真悬的即个作物啦吼，经济价值真悬的作物。咱台湾吼，逐项安尼有诶有欠，有诶无欠，但是上无欠的是果子，对毋对吼？最近有人咧评论讲到底台湾是全世界多几项吼上会当安尼足骄傲的一项有人讲这啦，讲台积电拢有啦吼。但是到最后讲吼，迄果子绝对袂使无安尼。我前安尼伫咱附近遐尼济档吼，真早前呢，咱的即个欧阳兄吼，因为伊拢会当去印刷厂摕到迄个每一年吼，迄个果子的月历。果子的月历安尼农林厅啦，也是讲水果工会啦，逐个月拢有遐尼水的果子吊伫客厅
感觉讲吼，看你到地吼，心情足好啦，安尼食物件加足有滋味安尼。咱台湾无欠果子吼，但是若是对中东来讲，果子无遐尼简单有啦吼。比如咱定看耶稣讲的，大概是葡萄啊，无啥橄榄对无吼，无遐尼济啦。啊，耶稣用即个，就是因为因生活上非常重要的作物，葡萄。遮尔侪果子中间，葡萄吼所衍生起来，整个的即个世界的即个产物的果子经济，葡萄是大概是一个安尼第一等的种物件。咱看这葡萄树吼，啊，看了真水啊，真好看吼。啊，这葡萄呢，咱台湾嘛种啊真好呢。咱咧迄个彰化遐大村呐，大川的葡萄吼。啊，什物巨峰葡萄啊，种啊真好。咱台湾的葡萄啊，种了愈来愈有名吼。啊，咱就知影讲啊，真正这葡萄树，互咱看到这个葡萄园啊，拢是这个啊，做世人吼上重要的经济作物吼，经济作物。啊，这葡萄树呢，咱通看起讲，若是食葡萄啦。早前葡萄因为无有啥物款冷藏的设备嘛，吼啊，所以呢。后来有人咧研究讲，酒是安怎发明的？吼，酒是安怎发明的？有人咧研究讲，可能是秘鲁上紧，啊，有人讲毋是葡萄，因咱知葡萄就是果子嘛。啊，你早前也无冷藏的设备，也无啥物款的设备，当然后来做葡萄干迄种的吼。啊，但是葡萄吼，伊一个放久以后开始发酵啊，啊，然后吼。有人讲，可能是伊个酒是上帝自然甲发明出来。有人讲，啊，这来变芳的呢，啊，毋是臭酸气呢，啊，食咧到地啊，佫感觉真好食呢吼。啊，所以后来葡萄啊，真正是变做葡萄酒的产业，迄度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啊。啊，咱知台湾的这个巨峰葡萄吼，也是真出名，大村葡萄啦吼。所以有人讲葡萄酒，伊来。酿制吼，就是讲开始来甲结酒，会通追溯到西元前9000年啊，到4000年，就是讲主前4000年、9000这段时间，新石器时代都有人咧做这个葡萄酒啊。啊，所以葡萄来做成葡萄酒，佫较是极大的产业就对啦吼。所以有人甲伊称号叫做神的饮料吼。啊，顶日我有。听见一个新闻，也是讲一本册咧报道吼，讲迄好野人吼咧啉葡萄酒，若去买着迄种特别年代、特别贵的吼，迄毋是几千块的葡萄酒咧，迄是几万块美金的葡萄酒，安尼一杯落去吼，安尼就足价值。啊，我看到伫迄个新闻内底讲，全世界目前上贵的葡萄酒，伫法国。就一个所在，就是葡萄酒的产区啦，布根地吼，迄个所在，讲捌伫迄个拍卖，拢总是即个55万美金吼，差不多咱1716万的葡萄酒。啊，即款葡萄酒若摕伫你门头前，啊，你的头前安尼，啊，甲一般咱伫迄个全年买吼，啊，几百块啊，你嘛袂认为讲即罐较好啊，即罐较好，啊，讲即罐是。全世界上贵的葡萄酒吼，啊，当这个葡萄酒，我意思是讲，这个物件慢一个，敢若一个单纯的这个果子的作物，煞形成一个世界级的产业吼，世界级的产业。啊，他耶稣伫迦纳的宴席内底所，甲水变做酒，啊，恁甲想讲，这水会变做酒，到底什么酒就对啦，吼。啊，咱若无伫现场啉啦吼，真侪人讲有可能就是葡萄酒，就是葡萄酒。啊，因为迄是中东上出名、上好的一种迄个酒类安尼吼。啊，这是敢若婚宴的图啦。我想这是后来画家画啊足东方啦，当然迄个时阵无可能是遐尼水啦吼。啊，当然这是咧甲咱讲起着讲，葡萄树有伊的特性啦，葡萄树有伊的特性，就是讲葡萄树甲树枝吼。伊通延伸搁长搁宽，
啊，所以有人讲，咱较早咱拢传统，即摆现在因为大量产业当然迄都无共款，拢是足专业伫栽培吼。啊，若传统较早若咱兜门口种一两丛葡萄树伊就用迄架葡萄树的迄个架互伊伸去。啊，这葡萄树一个延伸性足悬，像咱的迄个菜瓜嘛是共款吼，即款性质。啊，意思就是讲，一丛葡萄树会当牵足远，你甲想吼，也无遮野刺啊，吼，也无抽水的设备啦，啊，有法度人吼一丛葡萄树，伊的枝到叶到尾，还佫会青翠，还佫会结果子，迄奇妙，真奇妙。但是因为安尼，咱知影啦，小可一个无好势，比如闪着烧风，也是毋多去用压着，迄个枝甲叶就容易伫遐会乌去，会焦去，所以爱常常来修剪，毋通互伊塌伤密，爱翕着，所以讲，就爱甲伊洗好好势，保持通风，保持迄个日头照会着，养分爱有够，这是葡萄树伫栽种的秘诀就对啦。咱的教会吼，虽然住伫市内，我知影在座咱足侪会友吼，足爱种植吼。咱的陈天的牧师吼嘛，足够栽迄个盆栽吼。意思是耶稣是安怎要讲这？因为因当地的人足了解，是咧讲着听有就对啦吼，是咧讲着听有。咱在座若是你咧种植的兄弟，你就知影讲，树甲枝有真侪的关系啦。迄个关系就是你爱。有这条件，才会当互你的栽种足水足好。有土、水分、有空气、甲阳光安尼。所以耶稣一个讲这个故事，特别是伊要离开进前讲这个学生，就随时想讲耶稣讲这是要对我讲什么，还是讲甲伊提醒着。那葡萄树甲树枝的譬如，事实就是咧讲生命连结的关系。生命连结的关系，毋是单纯一个安尼画面安尼来听。那讲入到咱人的生命，因为耶稣要离开学生，所以因要甲伊讲，恁爱甲我结连，若无吼，恁会孤单去。就亲像讲，恁的枝叶愈断愈远，若无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恁会搭去，会连去安尼。所以人的生命孤单，是呢，枝离开树啦。枝离开葡萄树，是讲家己用乌白接无好势，互伊凋零去，是讲放伫迄个安尼趴远的所在。对伫即个当时的犹太人，也是讲当时的遮个学生，因足熟悉的物件。耶稣的学生真侪是讨海人、掠鱼人啦，但是因伫日常的生活中，拢会接触到遮个食物。过去的物件，所以伫遮，咱通过耶稣讲这个故事，是咧甲咱来提醒咱甲主耶稣的关系，就是伫属灵的部分啦吼。同耶稣毋是咧讲即个实质上的过去哪听，伊是咧讲咱甲主有属灵的关联无。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做一个基督徒，讲我常常要甲主相结连，到底是咧结连什么？是因为咱伫思考的顶面，伫咱的心态的顶面。伫咱的品格、个性的问题，咱的人生观的思考，你有结连伫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无？有伫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开达无？这是咱咧学习的。先耶稣要提醒这个，是因为人有罪，迄就亲像咱定定会栓塞吼，会塌掉啊，水管会塌掉，咱的血筋嘛会塌掉。迄问题实在是讲。这个通透若无，迄个罪就引起啊。所以罪的结果就是关系破裂。兄弟姊妹，咱常常爱去思考讲，当我人生的日子有时安尼真袂顺遂，这也无好势，迄也无好势，到底出伫倒位问题？请你会记得爱倒转去源头，迄个罪的关系，罪所互咱引起甲上帝的隔断。所以当咱在思考。葡萄树甲枝的关系时，咱是想讲罪结果是关系破裂，人甲上帝的关系，人甲人的关系，你甲家己的关系，佮人甲即个环境的关系，拢
是伫即个生命的观念的内面。所以当咱若看见即四项的大方向，咱感觉有脱碍、有阻碍、有中断的时阵，咱来想讲，这是罪所引起的。罪引起你甲人中间的相处，有时甚至你甲家庭、亲人、是大是小中间的袂顺遂，你毋通想讲啊，我哪会遐歹命，或是我哪会遐尼歹运，有时是罪咧引起的。若无对源头去甲伊处理，常常是你愈努力啊，愈亏力愈无。包括你家己，你毋嘛家己要好，要安怎，但是做袂到。问题毋是你无要努力，你嘛毋是讲你无要安尼做好啦，是因为罪在甲你脱害，魔鬼的引诱。所以耶稣咧讲葡萄酒甲基，你咧想着迄个通透无？有结连无？啊，所以真美势软弱的家己，甲圣属生命主耶稣基督有结连，才有真正的快乐。咱来对这去想，你就会发现讲啊，足侪问题吼，是对源头去解决吼，毋是安尼，迄个头痛医头啦吼，脚痛医脚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大家思考，耶稣来到地面上，伊伫十字架顶来放杀伊的生命，就是要甲咱重新修补即个破裂的关系。即个破裂的关系，耶稣毋才会甲伊讲，我要离开恁，但是恁爱甲我相结连。我是真的葡萄树，恁就是基。啊，所以兄弟姊妹，伫咱在思考咱人生的日子中间，你是毋是定定去思考着你甲主耶稣基督结连的生命？换一句话来讲，接受耶稣基督就是生命回归啦，重建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信仰毋是只干一个理念上的想法，也是讲你一种安尼理智上的决定了，是你要活出丰富的生命，活出丰盛的生命，活出荣耀主的生命。所以，咱也咱看通过这个经节，咱引用着哥林多后书5章17节。17安怎讲？安尼无论什么人，若甲基督结连，吼，无论什么人，表示你我大家拢有迄个福分啦。甲耶稣基督结连，你就称做什么？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当拢变做新的，甲基督结连。啊，咱兄弟姊妹，咱要互相相勉励，就是咱毋若是甲主相结连哦，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讲，你爱诚做会当结果子的葡萄树啊，爱诚做会结果子的葡萄树基。咱要来学习拄则所读的经节吼。啊，伫即个咱咧讲耶稣咧讲譬如吼，真爱用着遮个种子也是果子。啊，有人咧研究讲，啊，你若咧读保罗的批信对吧？吼，也是咧读四福音。耶稣咧讲的话，甲保罗咧讲的话有真大的差别。耶稣是咧讲生活上的足极简单的故事，啊，保罗吼，伊是咧读过大学的就对啦吼，逐项想拢是安尼足深刻的、足逻辑的吼，啊，较抽象的。啊，所以保罗除了咧讲伊即个百姓古早的故事以外，伊就是咧讲有足有条理的吼。啊，所以后来2000年来的教会吼，真侪拢受到保罗的深刻的影响。但是咱毋通袂记哩，耶稣是一个安尼用譬如用故事，以生活上拢会拄到的话，伫甲咱讲迄个宝贵的真理。所以用着种子甲果子的譬如真侪啦，咱凊彩遐想起有即几项，也挂太子的譬如嘛是种子对吧？过来野种的譬如吼。啊，也伫石架地，也伫路边，吼，也伫好土地，这嘛是拢甲种子。啊，过来耶稣讲，一粒麦啊，若无落伫地呢来死，啊，就会结出侪侪。拢甲种子有关系。啊，耶稣讲，葡萄树甲基的譬如，拢是共款，拢甲生命有关系。但这段经节有几项的重点。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啊，我的爸是安那？
做园的啦，园丁。吼，耶稣是葡萄树种伫土里，咧顺迄个园的吼，做事的吼，咱在座真侪拢有去咧做事吼，恁就是迄个园丁哦，吼，咧顾树的，顾遐果子的吼，顾遐种做的物件吼。他做事人安怎做？吼，咱在座若有咧做事，拢知影，无结果实的枝，伊就甲割掉吼。会结果子的枝，伊就修剪，互伊结搁较侪。安尼这有两个战术，对毋对？袂结子的，就安尼生着安尼连吼，无把实的规矩拢无去啊。这加食了米的就对啦吼。这个会结果子，嘛是同意思哦，互伊结较侪，所以甲遐较无路用的、较无需要的，甲删掉。我想做种果子的人，拢真知影。你毋通想讲，哇，生遐尼多哦，拢甲留的，到最后吼，逐粒拢袂水袂好食。所以咱做事人吼，咱像最近吼，哇，山也要来啊吼，咱伫迄个南华啦、玉井啦、左镇遐吼，我迄山坡地哦，哇，一粒迄红的迄个山也要出来啊！哦，做事人都爱。即马拢讲用迄套带哦，搁甲缩起来，一粒一粒缩起来，你看偌尼功夫啦吼。但是若看见一粒生得袂无讲介水吼，就甲慢起来，莫互伊吼加食了米安尼。所以上帝是园丁，伊当然都爱做即个工作。伊目的是为着甚物？要互果子济个巴实，若无伊就甲剪掉。你看，一个是剪掉，就种完全断掉哦；一个是修剪。兄弟姊妹，你我大家拢爱面对咱的上帝、咱的园丁、咱的做事的来对咱修剪，这是一个咱所要面对的问题。所以结果子的关键就是，耶稣讲：恁爱常常甲我连结，我就常常甲恁连结。无论要爱什么，就要得到。这句话真有意思哦！这是咱若基督徒拢知影讲，安尼就是我甲上帝求就要得到嘛。但是若照葡萄树的意思，就是什么？你已经甲这个树头、树干吼连做伙，这个有充足的日头甲你照，有充分的水分、养分互你吼，你就会得到啊。求就得到的意思，就是你甲主结连了真好。兄弟姊妹，你有是毋是常常祈祷讲较像毋是介顺遂，讲上帝拢无啥咧听我祈祷安尼吼？咱即个苏怡琪姐妹2礼拜前咧做见证，伊的文章刊伫咱手报内底，伊嘛有咧讲较像我讲上帝拢无啥咧听吼。但是当伊拄着人生上大的困难的时阵，伊知影讲这袂使凊彩啊，伊就虔诚甲主祈祷，搁写祈祷卡。上帝开始应允，是毋是甲做，互伊做梦？你敢知影？安尼什么意思？就是甲主的结连吼，较早拢无啥通啦。迄时阵咧电线吼，咧接电哦，接袂好势，较像也想会通，也想袂通安尼。咱现在人吼，足侪人拢爱一个人爱滚啊调迄个插手机的电吼，用一个固定炸来炸去吼，有无？咱的电线拢会小可要断，你敢知？若无好势插足久好奇怪，咱拢袂饱。原来电都袂通啦，同意思。葡萄树当甲主耶稣，你的基甲主，这个树上结连的时阵，你就会结果子侪，求就要得到。所以结连的重要伫遮。你要丰富无？你讲我的生命要丰富，我的工作要顺遂。拄则咱吟这首圣诗真有意思哦。我唱到第3节，你讲，着阿罗主，互你工作兴旺，搁保护你。伊讲你着阿罗主，表示你甲上帝关系是一个足有生命的关系。阿罗主，我无论人生拄着平顺，也是挫折，也是拄着困难，我若上阿罗耶稣基督的恩典，主的保守就要甲你伫地。所以得到主的生命甲恩典，搁享受，这是咱甲主的关系。第二，咱讲。做事的会善会见吼，
这是离开主的伤害嘛。你甲主分开，就会发生即款的伤害。耶稣讲：若无我，恁就什么拢袂当做。啊，这是中文的经节啦吼。无我，恁就什么袂当做。迄个鸡若离开迄个树吼，啊，较水都无路用安尼啦吼。我就想着讲吼，旧年咱的主日学吼，伫过偌济，应该是过偌济啊，就请老师吼来甲小朋友教讲吼，因为伊买足侪迄多肉植物，就是咱迄内底吼一丛丛足细丛，啊，毋过生命咧足好诶安尼，啊，就教囡仔吼，一个小小的盆啊，互因去栽安尼吼。啊，毋知啥物原因吼，迄阵开始咧疫情嘛，所以留骨也会留伫教会。啊，我著起来讲啊，试看卖，安尼真正甲压水啊，慢慢佫活到今年咧吼，我今年安尼。啊，咱顶无偌久啊，咱的即个惠圣节吼，惠圣节的后生结婚啦吼。啊，阮有几个人代表去互请，因伫迄个餐厅吼，送每一个参加的人一丛多肉植物安尼。啊，所以咱只要来看着讲楼骹吼，伫咱一楼的大厅吼，有几丛啊，迄就是留起来。啊，牧师对栽这毋是介内行啊，我拢当佫请教咱的陈添的牧师讲啊，你盆栽榕树是安怎互伊发啊足旺足水安尼吼？啊，都有咧甲压水安尼袂水啊，拢爱请教就对啦。但是有点仔迄种心理是讲，甲看卖看到底伊安怎活吼，安怎栽伊才会水安尼吼？啊，真正有影，迄若水无够，也是讲迄个无够朴质，也是无通透，伊就会蔫去。啊，昨谢牧师有一丛对去咱迄个园艺伊送的吼，一丛迄足水的叶啊，观叶植物啦。啊，毋知影讲伊迄都爱直来压水吼，啊想讲互朴质的指导，昨摕出去门口朴质，哇，怎冒去，怎蔫去，我哇一声，毋知救会起来袂？昨赶紧甲灌水灌的讲，早起甲看，佫叶啊，佫定起来，哇，感觉讲好佳哉，无伤着根的款。迄袂通透吼，迄树枝吼，足诚实的就对啦，随时都发生。啊，我阁想着吼，人咱的身躯的循环嘛是共款。我的老母吼，爱带平湖吼，伊吼来台湾都较无骹路，所以都无啥爱来。但是不得已爱来台湾，什么原因啊？身躯无爽快。伊有一站就是伊的骹枕头母吼，有一个伤口拢袂好啦。较用什么药啊抹去互医生注射拢无路用安尼。前无偌久吼，佫开始咧疼，伊若伤温抹袂疼，佫袂要紧，会疼就艰苦。真正不得已吼，就走来台湾。我的小妹伫嘉义吼，即个基督教病院咧上班，伊讲你来我遮，我带你来吼。要送看咧，讲整形外科啦，讲这伤痕啊，要整形外科看咧，就是讲内面可能有啥物原因才会袂好，拢定伤痕伫咧安尼。医生到尾有甲伊做处理了吼，搁甲检查，伊讲吼，因为你年岁大吼，你的血液循环无够遐啦，意思讲吼，血液循环无到迄个骹尾遐。所以无管伊吼，伊血液不畅通，当然就会伤痕袂好势。真正佫该处理迄个血管吼，互伊会当通透。讲过无几日度，开始迄个伤空喙就打起安尼。且我足深的感受就是讲，咱人即个身躯吼，安尼迄个组织遐尔迄个严密啦。你若啥物所在无好势，就会产生问题，会酸会痛。所以咱嘛定听着电视咧讲一句话，讲安那。讲吼，通则不痛，安那，安尼就是咱身躯的循环拢爱通嘛。即个足清楚、足简单的原理，耶稣用即个做生命的比喻。迄个价值就遮，上简单的话咧讲上深的道理，上有祝福的道理。所以兄弟姊妹。离开主的伤害，就是耶稣讲，若无我，你就袂当做啥物。而且呢，上严重的是讲，迄个高大的枝啊，会互伊加掉，等去互火烧。
这表示讲完全气角啊，就对啦，无路用啊，我是要甲你单掉。嘿，你即话，咱拢无想讲我是受气煞的机啊，甲休，我是要互主修剪，修剪了要互伊结果子做做。啊，所以咱兄弟姊妹，咱生命的难处甲打击吼，常常爱互主修剪。咱两嘛是主要互咱结果子，甲咱修剪，会堪迄种艰苦，但是毋通互主单掉啦，毋通互主甲你单掉，啊，甲你单去互会修，吼。啊，所以有条诗歌，咱遮个较有会人拢捌唱过，讲这是国语的，伊讲你若无甲迄个橄榄底互唱破。你就袂当家植油啊，橄榄油啦。你若无迄个哪达的迄个膏油，你无家炼吼，你就袂流出你的香味啦。啊，讲到今仔日个主题，讲你若无甲葡萄等入去伫个酒榨的内底，伊就袂当变做酒，伊就袂当变做酒。啊，所以这首诗歌讲主啊，我这个人是毋是需要你温准的创伤啦？兄弟姊妹，咱逐个人伫人生的过程中间有各种可能的创伤来，人际上讲，人际关系上的创伤，事业工作上的创伤，家庭亲人关系的创伤，朋友的创伤，是毋是伫教会服侍你嘛拄着创伤呢？啊，那要安怎？咱爱学习一种要甲主结连的勇气。因为离开主就袂当做啥物，所以不管任何的创伤，我就是要互主修剪，但是我毋通互伊弹掉，毋通互伊弹入去火炉内底，这是上大的目标。啊，所以这副歌讲，每次的打击拢是真利益。若是你收去的物件，你用家己来代替。咱的主毋是讲安尼好像虐待狂安尼，就专门要找对付你的啦。要找你麻烦的，毋是，伊是用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用伊的生命来做代替。所以最后，兄弟姊妹，咱基督徒要安怎甲生命的主耶稣基督相结连呢？牧师提供几项的建议头前。既然咱毋是实质上的葡萄树角枝，咱台湾人足够接枝呢，足侪果子接的讲，咱生出无共款的果子台湾人足内行。咱甲主的结连就是啥物呢？咱就是讲，咱爱照着圣神的开咱。咱注意看耶稣咧讲这段故事的进程耶稣讲我要找圣神来互恁，这是有一个铺排耶稣讲我要真理的神保惠师要互恁，表示讲耶稣伊迄个肉体身躯会离开，但是我的圣神要伫恁中间，照着圣神，咱较会通甲主结连一个安尼实质有机的关系、生命的关系。啊，所以咱定求圣神的同在就是安尼。啊，无咱人用理论、用迄个理智是做袂到的，爱求圣神甲咱做。第二，要甲主亲近，要甲主结连，就是你爱有灵修甲基督的生活。有一款常常甲主亲近的，就亲像你咧穿迄个水沟会通嘛，你的血路会通透嘛，你的手机会接连接嘛。第三，咱爱常常有咱爱持续有这个教会生活，咱才会当实践主的教示。你若无伫教会生活，你家个人家己常常无法度互人甲你提醒讲亲像这个有欠，迄个无够。彼此兄弟姊妹互相的往来，互相的交陪，才会知影讲原来这个欠这，这个欠迄，就亲像咱今仔日圣歌队平常时足好的表现但是咱嘛需要专业的老师佮甲咱提醒一下倒位所在无好势。这就是咱伫教会生活爱实践的，像你参加服侍、敬拜团的服侍，咱圣歌队的服侍，咱伫外口指挥交通的服侍，咱伫咧这个主日爱餐的服侍，这些拢是咧服侍。服侍是毋是干那做迄个工课是你要结连兄弟姊妹中间的关系，互你知影讲我有啥物所在爱修剪。搁一项是爱照着温度的装备来传扬主的福音。这就是一个甲主连结的一个基本方式、基本款就对啦，基本款。最后兄弟姊妹，咱今日经济好好的学习是讲，你我大家爱追求真多会结果子的葡萄树枝啦，爱真多会结果子的。
结什么果子呢？这几项咱拢真知影。你爱伫你的生命有见证，伫你的生命有水的见证。伫人的面头前看起讲啊，这个人吼特别无共款，原来伊是基督徒。真侪人伫职场，真侪人伫厝边头尾，真侪人伫伊的生活的范围中间吼，伊都毋免讲出什么款圣经的话，人就知影讲，这个人有基督的香味。啊，这就是结果子的证明。第二，咱来结圣神的果子。咱拢知影加拉太书内面写真侪，这应该是属于品格吼，也是你个人的整个的修养啊，整个生命的呈现吼，拢是叫做圣神的果子。第三，你爱有传福音、带人归主，这是实际的果子。互咱拢真鼓励兄弟姊妹，用各种的方法传主的福音，带人归主。咱的教会会当日日进步，吼，真哩，你有用心的引带人来教会，有用心参加幸福小组，用心伫新朋友来的时阵，你有甲伊做真水的接待，然后伊留伫遮，像即个葡萄树园吼，愈来愈开阔，迄枝叶愈大愈多安尼。佫一项是，你爱会晓感恩甲微信，热心来服侍主。你讲我结什么果子？我就是一个因为用感恩的心，我伫主的事工顶面无欠息，我服侍主，这就是果子的呈现就对啦。兄弟姊妹，咱大人拢爱结果子，这个果子是因为互你的生命较丰富，咱绝对无想讲啊，这个未结果子，啊，佮迄枝叶拢未青翠，啊，做实的讲啊，加去啊。来做肥料嘛，佮加减有路用安尼，啊无甲烧去吼，烧去做火敷，啊火敷就变做营养分啦。兄弟姊妹，你是要做结果子的葡萄树呢，还是要互上帝甲你加的等去火炉来去烧呢？这是今仔日这段咱真实的经济内面对咱的一个提醒。兄弟姊妹，咱要做一个祈祷，然后要邀请兄弟姊妹，你若是有心灵上的需要，你有肉体上欠安。你爱要伫主面前，甲主相结连，互主的话命入到伫你内面，要来到主面前来相结，来做异地的祈祷吼。咱先来祈祷，然后请敬拜团、代祷团啊，咱的这个长老啊，咱的小组长啊，大家备办心，咱们相结伫主的面前，用祈祷来交托，来见证主的异地。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甲听堂，是阮祝福伫阮的中间。主啊，你讲。出即个阮真熟悉的譬如，真的葡萄树的譬如，是因为主你就是活命的源头。阮是枝，虽然枝叶看到真水真好看，但是阮若无甲主结连，迄个枝叶马上就蔫去啊，迄个枝叶马上就无路用啊。甚至阮若是孤单无结果子，就要互上帝来修剪，等伫火炉，互火烧去。主啊，我要爱伫你的面前领受这款的祝福，因为阮当真侪会结果子的百姓，你就要承认阮是门徒，是上帝你所听的学生。愿主将这款的恩典甲听堂享受伫阮中间。主啊，阮即时要邀请兄弟姊妹，因检测有肉体上的病痛、软弱。要心灵上的不足，以及生活上的欠缺，要伫主的面前同心祈祷。主啊，这是你所喜爱，阮同心祈祷的这个聚会，互阮通领受你天顶来应允。伫你面前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请敬拜团也来帮咱吼，咱要唱。